大哥好，我是来自上这个猪肉肉派系，刚刚是我个弟子叫老子，刚个猪婆嘛是我个妈，刚个老老的是我个老子。过年快乐，我希望我过一个路们啊，能够开开心心的。老娘来过年嘞！酒店里朱凤子啊，过年嘛过年好嘞。我不想别人迷津生女哦。哎呀，放爱进万幸个嘞，有事没啥子样稀事啊？那个对了，我现在就来讲了开始。老祖婆走店啊！哎呀，我要不碰起楼道哦，母娘懂子嘞，如果要比人烤小样的哦。这个吃饱的老祖婆啊，先入头。如果一骨头门好到暗地吃啊哈，走迷津说你个辰光嘛，一讲到路啊，一试一骨头门哇。跟哪边啊？喊着我两姑娘姑走个道别日子吧。喂，杨老爸。太子啊，这个烤脚样子哪老走噶？好像是一当啷子弄啥子？什么啥的孜然粉啊、胡椒粉加个，嘎子啊，再烤个几个钟头。哇哦！如果这个对呀，我相当是不是我西施嘛？我心痛的啊！那么我弄成烤脚样，如果又是哪个走法呢？我应该是兜着我讲做迷津撕了啵。哇哦，再讲了，再可有毛病。才艺日。哟，那个西北山我叫个啥子啊？是这个啥？哎呀，你不要改了，本年过小兔子我还是很努力的嘛，实事求是的讲。豆哥好，我是新北出个小兔子，我把豆哥表演一个土三兔，哎呀，要命了，卡了乌龙开个嘞，今晚我重新来一遍吧。好嘞，不要嘞，快点下去吧，我帮着跑噻。想我让那个小兔子娃妈都在等这个吗？我会吐啥兔蛋？豆哥好，我是郭靖噻，我今早把豆哥表演一个魔术，如果熊眼睛不出来噻，不听我是吧？不是个都是我个儿子。有请户外动画表演在即。老师，我来跳舞啊！是给了干，你让我表演我个啥子啊？哦，糟糕！跳舞本来是佩奇的最后一项才艺。啊，父亲啊，父亲，我的老父亲。好个，我也拿位动画风表演在即啊！哇，有难干，说这老子嘞！我弄子一脚鸡踢到墙别过来吃，你娃子过去吃不开书啊？你个 small pink pig。听到问，过去吃不开书吧？你这个傻子！